经跟品德有关吗？读经的孩子会有品德吗？所以，读经就是在做一种优化人才的工程，要培养有品德、有能力的人才，将来给国家来用，给企业界来用。我们想要培育有仁德之心的政治家，他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他能够苦民所苦。我们希望培养很多的企业家，他有大格局、大胸襟，有良心的企业家，就是儒商。他的生意做越大，对地球越保护；他的生意做越大，对贫困地区的同胞越有扶持的力量。如果读经的孩子长大了没有成为政治家，没有成为企业家，至少我们期待他进入社会之后，在各行各业都是有所有为，都是一个正人君子。读经就是要制造君子，到处都是君子，这个地球就不会再被破坏，地球就有救了。所以，我们读经其实它是一种全方位的一个能力训练。大量读经的孩子，他学东西学得快，学得好，对任何的学习他就非常有兴趣。因为学习不管是体制内的那些功课，或者是学任何的才艺，学习他的兴趣一定是来自于自信，自信来自于能力，能力来自于训练。请问，一个数学考20几分的孩子，会不会喜欢上数学课？不会吧？应该是经常考100分的同学喜欢上数学课，每天等着考数学。所以，兴趣是来自于自信，因为他有成就感，他就喜欢嘛。你会背整部《论语》之后，他对经典非常有兴趣。那么，只靠着小学、国中、高中的体育课，只是学校的体育课也没有办法培养一个奥运金牌选手，训练量太少。你一定要找一个好教练，每天陪着孩子训练5个钟头以上，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奥运金牌。所以能力是靠训练出来的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做生意经常要应酬，他最怕应酬之后要去唱歌，他最怕唱麦克风上，因为他五音不全，怕丢脸，所以不让他唱歌，他就很爽快的掏1000块花钱，或者是花3杯酒，他就是怕丢脸不肯唱歌。我就劝他说：“你在家里练他2首招牌歌吧。”他听了我劝告。有一天晚上，他鼓起勇气上去唱了一首招牌歌，获得热烈的掌声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在家偷偷的练招牌歌。春节期间，我到他家拜年，看到他客厅的茶几上有一本册子，上面写招牌歌。我到1年，他的招牌歌已经有100多首。他老婆说：“这个老公很丢脸，现在每次上台就霸占麦克风，他就不肯下台了。从怕唱歌、讨厌唱歌，变成爱上唱歌，这就说明了兴趣来自于自信，自信来自于能力，能力来自于训练。孩子的专注力、记忆力、学习力，他的聪明都可以靠训练来提升。而最经济有效的训练方法，就是听经、读经、背诵。所以你只要掌握这个高度的预言，最核心的预言就是读经，就可以笼罩底下的多元，带动所有的多元学习。有些课程带下他就学得很棒，甚至很多的课程你不用教他，他自己学得有模有样。大量读经的孩子主动学习，他很清楚自己喜欢的是什么。当他告诉妈妈说他想要学围棋，你找一个老师教他3个月，就赢过同一个老师已经教过2年的孩子。读经让教育变简单，其实课本没有变简单，这孩子变聪明。很多的家长迷失在多元学习，那是因为他爱孩子，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点，希望让孩子变聪明。所以孩子小时候
忙着带他学这个学那个，花钱花时间很忙。但是，多数的孩子只停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，上了国中以后就后继无力，每况愈下，招架不住了。这是因为方向不对，努力百倍的。这些家长他急着让孩子在知识上比别人的孩子丰富，却反而错过了建构孩子高明的时机了。人类这一辈子的学习有两个向度，往上提升高明就是追求智慧，往横开面的发展丰富就是追求知识。往上提升高明是有时机的，是在13岁之前，越早越容易的慢慢高明。13岁以后就很难。孩子有了高明，要丰富就很简单，他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去追求丰富。他有了高度，他会主动学习、快乐学习、终身学习，他热爱学习。如果太早的去让孩子追求丰富，学好多东西，虽然小时候他是学习的精华期，学任何的才艺、任何的东西，他表现得很快乐，家长老师也觉得很满意。听上。你过早让孩子学很多东西，他表现得很快乐，家长也是很满意。但是小时了了啊，等他上了国中以后，开始面对更艰深的功课，面对庞大的量需要去背诵的时候，他就后继无力，他就招架不住了，他就开始充满了挫折感，他就被动学习，讨厌学习，放弃学习。现在多数的孩子都是已经变成这样子了。所以我们人这一辈子能不能成功，不在于知识的宽度，而在于他的一个价值判断力的强弱，能够判断是非、善恶、美丑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应该支持，什么应该反对。每一个情境的当下，马上要做出决定，你 yes 或者是 no， 这就是智慧的高度。这个智慧的高度是人类重要的特质，这个特质是越早培养越好。而培养这个特质，最好的教材就是经典，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读经。那么，我们读经教育走过了20年，这20年我们听到的都是有读经家长的肯定和感谢。太多的读经家长感谢读经，让孩子一路的学习很顺利、很轻松。感谢读经，让孩子变乖巧、变懂事。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读经家长抱怨读经害他的孩子变笨、变坏。很多的读经家长，他们说，孩子念的初中、高中，回家问妈妈，同学都有叛逆期，我什么时候才会有叛逆期？我看到的现象，确实，读经的孩子，尤其是大量读经的孩子，确实和父亲比较没有代沟，比较贴心，亲子的互动非常好。所以各位请放心，不要怀疑，今天开始孩子大量。我们透过王老师他的启发，我们认识了经典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们知道了经典是我们人生的底色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活水。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大好消息。经典它已经存在了，经典它已经存在了，所以你只要去发现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去创造。创造经典何其困难！所以今天听完这堂课，你懂得经典的好，你只要花几十块钱买一本《学文论语》，大学中庸文语就带回家了。你花几百块钱买到 CD 书，买到 CD 书就营造书香家庭，就这么简单，太幸福了。但是经典请回家，如果摆在书架上当装饰，那就没用。你要翻开它，阅读它，
熟读它，经典就会跳进你的生命，融入你的生命，会照亮你的人生。经典它因为切合人性，所以它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。经典因为它顺乎自然，所以它很快的必将流行于全世界。我是认识王老师15年，在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，我是担任募款委员，在2年多以前，我才担任执行长，开始到处两岸到处去宣导国际教育理论。我老婆她经常提醒我，已经到了耳顺之年，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太操劳了。她说我这2年人瘦了1圈，我头发掉了1半，体重掉了2/3。我告诉她，为了推广读经，我衣袖渐宽都不，就算头发会掉光了，我也不后悔。所以听完今天的课程之后，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样，立志来推广读经。你立下这个志，这一生就立于不败之地，因为这一辈子会很有意义，对他的人生会更加的精彩。所以我们来参加全民读经读100的活动，买几本书，每天在家里